我们是图腾，不要忘记我们。不要记得就是阳光、立场、音乐、沙雷。阳光绿茶，他们明明就喝啤酒，还敢讲。就图腾真的是，我觉得我开始比较多创作力在自己的音乐，跟我自己的文化背景做一个结合。因为其实早些年我做的音乐都跟自己的文化背景没有关系的。我给大家听听看，我以前写的歌都很文艺青年，就是类似这种。其实运气很好，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歌，写线上的歌手。好不好？苏打绿是学我们的。他那个时候哇，文艺青年。好，听听看，好，这样，好，有机会看。然后开始写一些流行歌手的歌曲的，听听就好了。这是最近的，就去年年底吧，有一个原住民歌手叫曾静文，写的是拉拉山，听过拉拉山吗？水蜜桃很多的地方，好，就这样，好。这今天问答，好，就这样。什么歌？小时候其实你们听过多少国小吗？有吧？这么好的学校，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是我都多少国小毕业，然后读多少国中，所以我大概国中毕业之后才开始离开自己的部落。因为小时候我很不喜欢自己的部落，就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心中总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。你们有参加过运动会吗？就是国中、高中的时候，有没有县运？都会有广播的司仪在报运动员进场，就总是说报什么现在进场的是谁啊？每次轮到我们杜兰国中的时候，现在进场的是杜兰国中。老师他的中文不好啦，杜兰国中我们叫都兰呐，不是杜兰呐。可是现场就会有一片喧哗，大家会觉得很好笑。然后就这个名字，实在让我们这群一起在都兰长大的年轻人很困扰。你说都兰这个名字怎么来？怎么会叫都兰？其实它也是从阿美族的那个音译转成中文字的。就阿美族讲的那个部落啊，就用阿美族语讲叫阿都兰，有没有比较好听？所以讲阿都兰、讲都兰都不好听啊。所以我们年轻人主要离开都兰的时候，就人家问我们说从哪里来，我们一定只讲说我们从台东来，可是我们都不会讲说我们从都兰来，感觉这个名字好像在开玩笑呢。好，我自己的名字叫鼠米，中文的意思叫木炭，就是烤肉用的那个木炭。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在叫我，爸爸妈妈在叫鼠米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拿木炭来。其实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叫木炭，就是为什么我的父母亲帮我取这样的原住民的名字？后来想想，我比我爸爸好，我爸爸叫扎基，扎基中文的意思就是笨斗。家里的男人的名字都是工具，就是怎么会这样哦？这阿美族很奇怪的。其实它是有一个来源的，就是我也是看人类学者的调查，说为什么会这样？阿美族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状态之下，就是房子啊、土地啊都是留给女生的，所以男生呢，我们是嫁出去的祸水，所以我们要嫁出去的哦。父母亲可能就在我们小时候就很担心我们嫁不出去，所以怕没有人来娶我们，所以都会给男孩子取具有功能的名字。他有用了嘛，既有功能有用了嘛，对，怕他没有用，没有人用就没有人要取，所以从小的时候就给他功能这样，你是笨斗啊，你是木炭啊，所以男孩子还有树豆啊、咖喱蛋都有很多，就是全部的男孩子，女生的名字都很好听，都女神啊，美丽的稻穗啊、巴奈啊、红玉啊，女生的名字都很美。
男生都是工具这样。然后，可是那时候不懂，小时候不懂啊，就觉得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是这样子的。然后，其实你说我真的要开始懂原住民的事情，我觉得是上了大学的时候，大学时期，我上学期很好啦，我是我们那一届国中生唯二考上高中的原住民学生。其实原住民要考上高中好像很困难。我拜托，我都是已经用原住民身份申请，还有低收入户，我大概只有残障没有加到户口。我能加的我都加了，这样就考上高中，还有一些至少不用花到家里面的钱。可是我同年纪的通常就要开始出去外面工作，因为读书没有生产力，家里没有钱，所以老人家都会让孩子去工作。除非你是那种体育生，就打棒球打到保送学校，保送学校通常都会有奖金，也会有一些补助，才有可能读高中。要不然一般都很少。然后我又是我们家唯一的，那时候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家里的孩子呢。他讲大学，其实我的老人家不懂嘛，就觉得我那么年纪那么大了，怎么还在读书呢？干嘛？为什么不去工作，一直在读书干什么呀？他搞不清楚大学是什么，他以为顶级这就是高中。读完高中就已经没有学校了这种事情，怎么还有大学？只是听起来比较大一点。然后我阿姨对我很好，其实我高中毕业之后，我没有能力考上大学的。我的爸爸一直叫我去读军校，可是我不愿意，所以我就离开我爸爸，然后去投靠我妈妈。我妈妈就说要介绍我工作，她说一定介绍很好的工作。可是原住民的圈子里面，你说再怎么好的那个工作都一样。我人生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轻钢架、打毛工、做天花板的。花莲门洛医院的1楼急诊室跟2楼的天花板是我的作品。年纪不是18岁，年纪轻轻那边做那么多，就我每天跟着那些40、50岁的叔叔阿姨一起工作啊。我在想说，我到老都要这样吗？其实那时候很害怕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别的选择，我能不能选择我自己的未来？我不知道，就很慌，很紧张。可是家里面需要钱，就跟着那样去工作。后来是阿姨给我钱去补习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考上了学校。我考上的学校在板桥，也是台北，就是那时候第一次上来台北，就板桥的以前叫国立艺专，现在叫国立艺术大学，国立台湾艺术大学。但考上的科系也很妙，我考上的是印刷系。就艺术大学里面，大家都是什么音乐系、国乐系啊、美术系、雕塑系、工艺系，还是舞蹈系啊？就大家都有天分，都有术科的，而且考上一个很妙的科系叫印刷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给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一直逼我要去读书。后来我用一句话，真的深深说服他：爸，印刷系很好啦，我们以后出来工作是印钞票的。不要这样说服，没有，印钞票就有钱。我就这样离开我爸爸，跑到台北，然后我阿姨带我去找一个学校，上台北。第一次哦，哇塞，总算脱离了那个做板毛工的辛苦的那种噩梦了。然后到学校，板桥艺术学院，如果去过学校，知道那个学校很小，可是去的时候，哇，第一次看到大学。我跟我阿姨都是第一次看到大学。门口哇很大嘞，这样，大就进去哇好大哦，这样走5分钟就到后面。然后阿姨说，学校没有操场哦，没有操场哦，怎么比杜兰国小还要小？这么小，不是大学吗？那么小啊！就我说，阿姨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来台北，第一次来大学啊。阿姨不知道我们想象太多了吧？可能大家家里面的人，因为我是第一个大学生，而且大家都不知道大学长什么样子。然后阿姨说：“好了，不要讲，不要给妈妈讲说这边很小，大学。”要好好读书，认真一点啊！他就走了，我就在那个学校读书。学校的学生很特别，大家都多才多艺，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可以去打工。像美术系就像那种当儿童美术家教，音乐系也是当家教，舞蹈系的就去舞蹈教室当老师。我没有才艺啊，我看到大家做的工作都好好玩哦，大家都很有才华。
然后同学就问我说：“你会什么？你不是要打工？”可是我说：“我不会你们那些会的事情。”可是我很想打工，因为我没有钱。然后是突然想到，因为我的身份很特别，同学都没有遇到几个台东人，更何况又是原住民，同学会对我很好奇，在那个时候。可是至少还是在那个艺术的范围内。他们会问我很奇怪的：“你们是不是每天打猎啊？”每天没有啦。就每天你们是不是每天喝酒？没有，哪有钱？没有钱喝酒，就是。但是有些问到那些很刻板印象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啊，我都给他们讲，这是艺术。因为艺术学院嘛，就是至少周边的同学都是很友善，而且艺术，我觉得艺术的氛围是很包容的，所以在那个学校还蛮开心的。可是真的要面对现实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然后好在大家都很喜欢，对原住民对我啦都很友善。于是我以前不敢讲的那些原住民的事情，像我国中很会做藤编、竹编、藤编，可不是我刻意的去学这件事情，是我阿公他很老了，然后他要我帮他去做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我才跟着去做。他就懵懵懂懂啊，不做又被骂，他只好做了，就这样就学会了。可是国中毕业之后离开部落，根本就不会想要提这件事情，因为原住民手工艺，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，你们去什么阿里山啊、日月潭啊，还是太鲁阁，他们卖那个手工艺品，就有什么手机袋啊、海盗帽，一个250、350，都很便宜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一个阿嬷修一个海盗帽要一整天的时间，一整天才赚350。我自己觉得做原住民手工艺很廉价，所以我一开始都不敢提。他同学说很酷你会做竹编，我们学校应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会做竹编。他说你就不要做跟人家一样，不要做比较流行的这样，人家会喜欢的。就说做包包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我就听我的同学做包包，可是就故意脱离了那个原住民的图腾，用别的方式给他看我那时候做的包包的样子。大学的时候做包包，真的没有事情做，因为不会做其他的，只会做我会做的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买包包的都是女生嘛，所以同学说要参考一些女生会喜欢的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无心的，真是无心的就注意到一个化妆品牌叫 GA， 你们 GA 呢？你们有没有化妆啦？知道这个牌子吗？知道。就是 GA， 然后它的 logo 就是 GA， 然后黄色、蓝色的条纹在当做背景。我就用那个黄色、蓝色配色很酷这已经超酷了原住民的配色的方式。哇 ，GA 方式，你看 GA 的原住民包包，这是竹编的方法编起来的。然后我喜欢打篮球，这是打篮球的一个灵感。什么灵感？怎么来？打篮球有一个运动品牌叫艾迪达。看过没有？应该看过吧？就阿迪达那个 logo 是3条线的，阿迪达系列啊。就以前老人都编图腾，然后就想不要编图腾了，一样是编织的技术，就原住民的技术。但是我编的是艾迪达的，哇，自己做的很好，做得很开心。这款很特别。那时候同学一直讲说，女生喜欢不灵的。我想说这个很难原住民的手工艺里面要找不灵，不太可能，很难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很现代啊，现在才流行的不灵。可是那时候还是找到了，我就做这样。不要小看这个圈圈哦，这个圈圈呢，以前是我用来编织在那个刀柄上面，还有编织在那个橱下面那个橱上面，用来防滑用的。把它纸滑对编在上面，把它缩小不灵这样就这样很开心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喜欢原住民的质朴的感觉，所以我还是刻意用了，虽然这是塑胶材料但我就挑一个竹子的颜色，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喜欢，因为对原住民总是会有那种质朴的想象，觉得用这个东西来呈现特色。但是我的收口做的花纹就比较不一样，要不然一般传统都是这样平的。我就给它改变一下，然后这个图腾，这就是真的图腾，它颜色配色就换了另外一种颜色的配色方法。这个图腾通常是我们编织在
放衣服啊，贵重的衣服，像礼服、传统服，那种篮子就会变那种图腾，把它编上去变成包包这样，然后用不一样的配色的方法，然后越来越多就开始发展一些像蓝色的艾迪达系列啊，橘色的吉耶系列啊，然后粉红色的艾迪达系列，这款不要小看它也很轰动，就是那时候编好啊，因为很少这样很大胆的颜色的包包嘛。然后他在编的时候，刚好我外婆就在旁边，她看到这个，她眼睛可能不太好，老花眼的，看到这个颜色很亮，她就觉得很漂亮。哇，干爸你干爸，她说她也很漂亮，她想要这个包包，我就好，那我就编好一个给我外婆。她很珍惜这个包包，她说带这个包包上教会，包包是放圣经葬礼师，然后就上教会，不得了了，教会的其他阿嬤看到了，哇，干嘛？刚放的时候，它怎么都粉红色？因为大家没看过这么大胆的用色方法。1个月回去之后，教会阿嬤的包包都粉红色。而重点是，我还教我阿嬤怎么放艾迪达的 logo 进去。阿嬤的包包是粉红色艾迪达系列。其实这个编法大家没有，就是可以那个编手那个线的怎么摆的位置，大家觉得太特别了。阿嬤就这样编，就很好玩，就变成一种部落的流行了。就这样一个年轻人搞出来的，然后这款不一样，这是一个日本老师定做的，在网络上，他是台湾裔的日本人，所以他会写中文，然后跟我的同学用网络这样，然后他因为他是插花班的老师，他放特殊的可能插花班的一些器材的规格，所以他的长宽高啊都有一定的尺寸，然后他又要我帮他编这个花纹进去，哇！我同学问我说：“这会不会很难？条件这么多？”我说：“很简单啊。”因为我觉得老人家是不懂得这种方法，但是我年轻人我可以理解那样需要人家的诉求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可以说，我编得到，就是长宽高都是你要的尺寸，然后我还可以把花纹编进去这样。同学说：“哇，你也太屌了吧！”他就说他要开比较高价钱，他一个人开价1100。哇！我说：“不要这样了，你这边在骗钱哦。”可是他讲的那个要求我都做得到，对啊，人家是定做的，就是说你都做得到，而且我的手劲还算强。当然说，可是塑胶材料其实不太好编，因为会滑，跟竹子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那个缝隙啊很难去处理。可是我都还是做得到，会把它编起来。哇，说一天差不多了，我编一个包包大概1天半的时间，快一点1天就编完了。就手会酸嘛，还是要休息。大概1天半到1天的时间，1天的工资1100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差不多。可是那时候的我，就觉得哇，人家有这么手工业200-300块，我一个人在卖1000块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很单纯的，就人家买包包，我就给他送笔筒。也因为做了笔筒之后，开始有些概念了，基业的笔筒也出现了啊，艾迪达笔筒也出现了，然后越来越多，就开始有结合不一样的，然后 Blue 系列的也出现了，越来越多种，开始有所谓的系列商品的概念。每天都要编织每天哦，我都没有在上课，现在很夸张哦，编量大概1个月时间吧，不用上课，就这样编织这样，搞不清楚自己在读大学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，其实我以前都不想要接触自己文化的事情，就是我做音乐做这么久，我也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音乐跟这件事情的文化背景合在一起。可是也因为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，艺术学给我这样很大的空间，同学的鼓励，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我也去参加一个舞团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好吧，就是。